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刘浩明，欢迎收看《暗香方法》。讲到葫芦诶，有人讲诶蒲诶，唔会想到嘛个喏。喺古代人拿来树叶嘅发起，还是可以做菜嘅一种水果。喺高雄嘅三拿区，有一啲人用一啲莲花嘅树，推啲连通嘅头脑，把看好了一啲普通嘅蒲诶，变成一啲精致嘅艺术品，伊话改变了一啲沙区嘅命运。我哋今日分享来自高雄三拿嘅何明贤先生。何先生好，主持人好，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高雄三拿嘅何明贤。何先生，你今日带来嗰度嘅作品，哦，一度唔讲起我哋以前看到嘅葫芦嘅作品，真的是完全冇同樣嗬。當初我想要做安尼嘅東西啊。其實最早吼，因為我哋三拿冇屬於一家產業，也冇一家特色。而且民國86年嘅時間呢，你看我哋三拿有咧公益方先生，嚟我哋三拿去推廣葫芦嘅。冇佢可惜講，我哋推廣到90年後又跌下來嘅。某個原因跌下來，我哋冇搞冇乜清楚。我哋93年嘅時間呢，到地方上嘅朋友，他講講我哋嚟為三拿簽一啲可以屬於三拿佢發展嘅東西嚟做。哎呀，大家討論嘅結果呢，佢講啊，講我哋自家有全台灣唯一嘅葫蘆館，咁我哋推廣葫蘆好冇？我講梗係好啊，我哋間台灣嚟搞嘅現場在邀請過來，為亞店開始呢，我哋開始去做葫蘆嘅。嗰種種葫蘆嘅本來都以前三拿自家嘅產業係咪？因為三拿本身吼種幾道瓜類啦，我哋最有名嘅一項係木瓜，紅孩兒木瓜，按個係種翠瓜嘅，種番瓜，種台灣瓜，西瓜嘅，按普嘅點都種有幾少，因為市場嘅價錢唔係幾好啊，按有人種量冇幾多，因為後來又發展過葫蘆藝術。所以自三拿呢，有人專門種蒲嘅，哎呀，因為呢啲原因，我哋開始嚟做葫蘆藝術。大部分人想到蒲嘅，都想到講可以拿來燒槍、拿來煮湯。咁幾時嘅三拿種嘅葫蘆嘅，和冇蒲嘅，係用來食咧，還是用來做藝術品嘅？其實後來發展做藝術品嘅角度，用來食咧，一般人家會食啦，但是攞傳統嘅用法。啱係時你看到我哋現場佢少葫蘆館嘅葫蘆嘅，咁我講一粒葫蘆賣市場像20蚊元咧，但是我哋現場做呢，一粒可以賣3000元，係咁我一家私號都算真好嘅。啱我嘛自家講，喺我哋可以做一種平均一粒賣3600毫，一張嘢係可以做100粒，加起有30萬嘅哦。那對一般嘅人嘅收入算真好嘅，所以我講家裡啲東西發展得得，但係嚟做可能先。嗰種幾時節，唔容易嚟講。把一啲蒲嘅看出一啲另外一啲無窮嘅價值嘅感覺。從對蒲嘅做變成一啲葫蘆嘅藝術品，而我有乜嘅加工嘅過程？其實我到後來咁樣啲啦，一開始做好，我哋啲下講，線上做出來嘅東西，我哋就天天嚟做。但是作為一年過後咧，我發現唔係按好做，因為東西為一種冇價值，要做有價值，第二咧人工要怎麼優。講唔拉白要冇人會買，天嘢唔似當個表現咧，你藝術價值啊，工藝嘅價值要表現出來，人也會買。唔係做唔到，其實藝術價值有冇，所以我嘛做一年後要發現講，我哋一開始10天都冇俾到10天唔錯嘅，我哋以為講一推廣就會賺錢咯，結果第一年完全冇賺錢，還只了錢。你當初想嘅東西，最尾市場嘅話冇接觸安尼嘅東西。係。像安尼蒲嘅吼，安尼講葫蘆嘅嘛吼，伊當初要種嘅時節，見家要識啲葫蘆嘅，識啲蒲嘅屯，要拿來做嘅藝術品嘅葫蘆嘅，喺種嘅時節有冇同樣嘅東西？其實全部都相同，因為我哋開始做吼，弄用農民種嚟要識啲蒲嘅，因為蒲有啲人哋特別嘅地方講，熟嘅時節。吃人會硬殼，硬殼。硬殼咧，迄個老白熟嘅吼，唔識處理，掉起來掛2-30年都唔會煮唔爛。按你特色如果我哋可以做幾多變化。按再看過頭擺清朝早期像康熙嘅時代做嘅蒲嘅藝術品，保留啊都幾行真係好。所以講，今日你嚟做藝術品，做到一種長度，應該會具有價值。所以呢，我哋會10天冇譬講嚟做蒲嘅。嗰種
嗰種啊，今仔做伊個腐乳的藝術品的時間，我都把個腐的變於螺，安尼都可以用一下。其實一開始我哋嘛想講變於螺都可以用，後來發現唔拉擺，係將螺嚟用為安尼上膠絲毛。係，我應該會上蟲，會上膠按個會本蟲嚟煮。所以後來人發現講，其實我哋做藝術品咧，還要另外加工再處理過。我哋其實加工有間頭擺處理腐嘅一啲技術嗬，再個資料潛出來，之後呢做出來發現用唔錯啲啊，要再用現代嘅技術去慢慢改進。改進都見到講，材料都冇問題嘅，做也冇問題，讓開始冇相同嘅一個結果。嗰種也用生產嘅一個過程，你都已經人哋講掌握得幾好。伊喺開始用愛先精嘅。像我哋見處理方法嗬，一摘下來，要先確定講有熟冇，喺冇熟，摘下來空咧就會難吃，所以我提了老百姓，我哋一般種，其實種嘅時間嗬，都該分啦，因為腐啊嗬，伊咩一般全部打，伊分一批、兩批、三批，因打，我哋講全部攏留嗬，頭前嘅熟嘅，後尾冇熟，所以呢，我哋差唔多留前2批，時間過接近，按一摘下來品質也過差唔多。其實冇留太多，我一頭留10粒，一品質咁好；我一頭喺留30粒，後尾品質冇咁好，摘下來也加處理嘅。所以咧要睇咧去種嘅時候就要確定下品質。第二咧摘下來，我哋睇攞為師傅扛，轉一細扛嘅芝麻水烘。按今年伊會經過一種發酵嘅作用，底部肉會難吃，皮會落去。按留迄個細細啊咱們槍，底部肉個也比槍。按浸迄個發酵迄個，讓再拿去洗鼻皂，洗澡誒愛用滾水再濕過。嗱用滾水濕最主要乾蟲誒濕鼻屎，按乾腐誒甜粉濕嘅，安尼咧還驚住煮誒時機會如果少。最後呢，再用工業用嘅雙氧水去浸4點鐘誒，伊作用去滾安尼腐誒安尼表面啦，過拍槍。一拍槍嚟做創作都更好嘅品質咧。嗰種像安尼對一粒腐嘅好熟嘅摘下來，到後來可以開始刻，差唔多1嚿。4張嘢。4張嘢嗬，你看頭都講完嚿，一開始愛提洗槍來，然後愛提底部帶下佢啲殼，一泡水，一泡嘛泡3禮拜。泡3禮拜嘛，底部那會自然嘅爛黑，然後流出來，然後又愛提。洗槍、洗鼻皂，好，用底部嘅蟲卵啊，好，無論幾度甜粉全部嚟洗下。安尼全部做好來，其實開始種嘅時間，你都已經睇拓荒講用嘅腐嘅人啊，留下來。你像人家有啲像種葡萄用嘅，葡萄嘛咩米啲落去打，而邊一剪係，希望唔米啲葡萄落去冇甜，一剪係啲葡萄存下來嘅，那會盤，好，那會甜。我想種腐嘅嘛係有安尼嘅想法。咁種人哋已經加。安尼嘅技術已經完全可以掌握嘅，嚇。可是，剛才提到講，因為個做法冇安尼問題啊，因為我哋提講今仔洪明祥先生已經把腐乳嘅一啲事情變成一啲產業嘅，因為產業最重要我都講，也要有一啲幾穩定嘅來源。可是頭先我哋上問講，你用去加工變得價錢變得實批，因為我哋今仔看先生帶來2個作品點樣，提到問講。剛好唔會把同玩用咯，因為私有下可以講啦哈，土語把可以講啦，好，因為但是講從安尼嘅開的時間，可能又有一啲穿扛嘅，好有啲其實係落燒，我哋用小嘅貼喺前提，好貼辣上去嘅嗰種技法，種先生人哋技法差唔多1嚿，能會完成。其實我一開始做我攏因做因命因想。所以我花時間幾多，不過也按到時間本來發現講，其實學美種技術差唔多1嚿就會熟嘅。所以我見這帶我工作人員我原則上因為把佢訓練人員唔會學全部嘅技術，學一項都好嘅。以這個讀還是唔讀？以這個要先有興趣啊，因為有興趣學起來也會快樂。按我差唔多訓練3個月到半年。而做東西就可以賣錢啦。按你講學10項啊，可能訓練3年還學唔出來。所以我見每年都講學一項，比3、4年訓練過後，如果做出有啲商品價值的腐嘅，
都可以卖钱。按东西可以卖钱，自然又有收入嘛。收入因做因高，又因做因有兴趣。哦，所以我哋呢为讲先训练，因为训练讲吼，唔是像训练写诗画图吼，要有艺术感，有样做工嘅咩。但是你咧讲又比一般都被做工嘅工钱过多，人会来做。哦，所以咧我哋去人员训练。按且写诗同画图部吼，我哋跟台湾拢跟台湾嘅那条艺术学院，哦，按摩又有设计，安尼演奏嘅安尼学校做配合。哦，我哋为一只请人才，慢慢要么当我哋来单位。按所以负责设计嘅人，还是负责设计；负责做工嘅人，还负责做工。按尼样会规格都变成一个产业嘅规模。按一开始入来学做工嘅人哦，伊个讲对艺术有兴趣，我哋也想同佢培养行艺术嘅发展方面。唔好讲永久拢是做咧安尼固定嘅工去做，因为做久会难啊。其实先生头讲嘅东西吼，已经几清楚嘅讲出产业同一般嘅自家嘅个呢作品嘅嗰种分配咧。因为你头都把设计同做分开来嘅。好，有啲人会做，唔单止会设计，不一定要设计。有啲人设计嘅quite好，但是伊可能冇安尼嘅功夫去做出来。可是头先生已经把伊啲产业嘅主要两部分已经分出来，从做到更加有安尼想法，一开始都有咩？其实一开始冇，因为一开始请我哋人做，我自家负责设计，要负责去做工。但是因为每个东西拢自家有做过吼，我哋可以清楚，每人设计嘅东西有市场价值，让请得到人才。每人做嘅工，哪怕有，让卖嘅出去，哎呀工要抓到某个长度，让有一种市场嘅价值。你一点吼，一天要自家做过样子，哦，所以我哋今日产业，因为我开始有人做到今我哋工作人员差唔多230万人，那230万人咧，每两个拢安尼托安尼搞，所以慢慢嚟发展成为一个产业嘅部分。从一个简单的俘虏诶，变成一个可以赚钱的艺术品，喺中间一天学到几多东西。休息一下，我哋等下等下我哋后面先生同你讲，伊嘅地步学到某个东西。从一开始都好会画图。你讲啊，刚我哋用刀诶，可以干诗，刻在边写韩国讲，那种工又算另外一种用相同东西嘅。我还发现，抢我哋就去做按种诗词雕刻咧，按你哋边我哋跟三拿夫妇嘅特色。翻返过来安平方法，我哋今日有请到嘅係来自高雄三拿區嘅侯明賢先生，伊同我哋介紹俘虜嘅藝術品。先生今日帶來嘅俘虜嘅地方吼，發現到幾多嘅人講工藝嘅技術喺上面。所以一般來講，我哋看到俘虜嘅作品地方，它不用畫的咧。好，你做乜會想到講，除了畫以外，又愛寫，又愛割，像要安講嘅事情就要寫下。可是我还没嗰種講，我基本嘢我開始做俘虜誒，我還沒有先下一個講嘅事啊。其實唔是啦，因為開始做俘虜吼，一開始做一天唔會講。你講我寫詩寫都可以賣錢，我畫圖畫都可以賣錢，因為儂定畫家同書法家技術嘅。你係講好多一種技術，喺度做俘虜係冇必要，因為幾多人嚟做俘虜，你說一開始都乜嘅都唔曉，所以我哋一開始教。先教雕刻的刀工，刀工吼有圖有詩，唔像負責刻，嗰格好。唔止刻呢，慢慢刻詩，慢慢刻圖，叫嘅讓藝術的美感會俾伊培養出來。那培養出來，可能係在教育畫圖嘅時候，講原來係只刻的圖按你畫出來嘅，教一遍都曉。等於一種臨摹的嗰種概念吼。一開始學吼，攏用模仿嘅啦，像我哋去條擺下毛筆詩。我哋去買詩條，鼓勵練習模仿用嘅。你個模仿都一定行做啊，要慢慢要寫出自家風格的東西。做藝術創作一定要有自家風格去地步，讓屬於你自家東西。所以我哋咧學嘅入嚟開始學，其實完全乜都唔曉，我可以慢慢嚟教。
啊，毋过一间刻个干个刀工、画图、画笔吼，毛笔写下吼，最夹差不多10年。但是那10年过后吼，伊个变呢各有加深人，切头发落啦，伊都出师诶，有出师诶。按刀工要出师差不多要3年啦。所以我们经教，如果训练你也无相同的技术入门，但是多2年以相同米咧，能学得到。从亚的葫芦上面咧，也没有办法吼，迄面都全部用笔在画上去啊。像我们今做没有办法好啦，连画、墨个画吼，我们基本都做先用鉛筆畫錯過，畫好呢用刀嘅規個刻過。刻哪呀？刻伊也刻線條，哦，刻線條，係線條。做乜要刻過咯？因為吼鋪嘅伊冇刻過，唔像用畫嘅吼，叫我一色神喺底下咧吼，哦，唔會上色，塗都冇喺咧。啊，我哋頭版嘛用我哋裸條，呢個效果，啊，伊仲會褪色，只有用刀嘅刻咧唔會褪色。哦，按刻過嘅再染色染埋，伊線條唔該控基本人嘛唔會褪嘅。你哋要可能係用刀嘅刻嘅原因。按用刀嘅刻呢？有一點如講，偏要模仿唔出來。你刀用啊，咱們腰，其實要學咱們叫嘅時間，也有法度學刻比腰。一般人唔知吼，拿刀嘅刻，一定刻來線條吼，像出線咧，像雞尾牛嘅用嘅，一坑一坑，曲曲曲曲安尼。粗悠悠，你話要刻出線。所以我哋講先刻嚟讓人染色。安尼咧，像來跟作品吼。伊除了刀刻嘅地方染色以外，還後尾用嘅講哦，伊個刮色，刮哪咯？像那拍嘅色神吼，全部用刀嘅在刮過，刮來只嘅刮一刀，然後還有另外嘅技術咧，刮喺度呢，像那過程式咧，用係再用烙鐵去燒，啊，我燒啊都唔會出來，又歸均勻歸勻稱，你哋用另外一種工，所以我哋嗱沒有辦法表現嘅部分吼，很多藍彩雕落。4種工是第單個，同一般畫圖冇相同。係即個無工嘅話，吼，我覺得都講，簡單都把你畫上去都好嘅。但係講，我都發現講，嗰安尼拼顏色最模仿唔落，因為好多無工講嘅層嘅地方係用烙鐵去加層嘅色神，啊，反嗰種像我哋畫圖樣啊，我都多畫幾擺，吼，啲色都層上去嘅。啊，冇想到講，唔講嘅拍攝嘅部分係用刮的嘅。用刮的第一時，如果比拔的第個難，因為你有時刮嗰條嘅，都冇嘅。但是唔拔的第話，你可以慢慢的去夾。但是按你裝上去嘅，有按到嘅鋼加上去嘅圖，你都唔會跌下來。好，你唔會講白樣嘢，係有可能會褪色。像我哋只用色吼，唔用我哋酒精性嘅啲色料吼，同用亞克力啊、油彩嘅色料冇相同。亞克力吼，以一種顏料抗起當個，舊嘅會跌下來，抗唔舊。啊，所以後來我哋發現講用那種嘅嚟做吼，以保存嘅時間過久。而家色上個舊。咁聽講我都講過，剛好按你講，剛才我畫圖，吼，是有啥講？啊，你做乜要請按到工作，把伊割出來咯？即係講係下話咪都好啊，人家變成一個陽科，也規範刻吧。因為吼。像我哋毛筆師吼，用寫吼，我哋一般就講書法啲美感吼，也陰陽氣色，吼，你哋來表現詩嘅美感。但是用刀來表現呢，伊可以跟書法師表現得又更加強。像頭擺是總結的北方，你那啲筆色當個刻的詩啊，同南部四條的詩，也是完全冇相同嘅別樣嘅美感哦。所以我哋寫刻符嘅時候，你講話，剛我哋用刀嘅。可以干詩，刻在邊緣寫韓國講，那種工又算另外一種冇相同東西嘅。按你因為使命嘅特色，因為去台灣做譜畫吼，我係發現搶我哋就去做按刀詩去雕刻咧，按你哋邊我哋跟三拿夫婦嘅特色。因為一個飛講啊，從刻按你嘅也一啲葫蘆嘅身體吼，從人嘅詩係用機器還是用手用刀嘅用用刀嘅，用手工刀。頭擺一開始學吼，差唔多1點鐘刻一隻詩啦，學差唔多4年過後，跟1點鐘可以刻30-40隻詩。咁做乜唔用機器咯？因為機器吼刻唔到安詳嘅你感覺啊，因為機器吼伊用腦嘅，唔係用刀嘅畫嘅。刀嘅畫過去吼，伊有門刀切過嘅吼，伊味感覺好。按你講用腦嘅
弄迄个吼身后的线唔会讲啊，会安尼粗粗。所以安尼后来就决定讲，所有事一定用手工刀先刻。係啦，用磨的咧吼，其實你啲細細磨砂頭啦，吼，啲磨砂頭做伊腰毛無可能像刀嘅按力，吼，磨到按細一啲果上。咁一般來講吼，你看你像亞葫蘆樣嘅，一般嘅人你做表面都好嘅。咁先生做嘛？我想到萬一覺得啲開可以按獎咯。也基本都因為透過去嘅呢。一般吼，我哋一開始做吼，弄為頭擺做葫蘆觀念帶過來。後來發現呢，其實做呢啲東西吼，香港像做藝術品啊、工藝品吼，人家買粒看就架書上，都唔會再買天粒呀。也商業價值冇人講，我價值嘅做嘅配合生活用嘅多東西。也商業價值我講，所以後來呢，我都發展開始用蒲誒去做燈咧。一開始做係做差不多別紅嘅小夜燈啦，做久呢，慢慢發現講，剛係太粒嘅蒲誒嚟做，按不到點嘅燈嚟做嘅嘛。一做發現效果係唔會差哦。我哋有做過講有落燒，有陽雕去地，按個有打薄，按個鏤空。我又看他條技術呢，慢慢轉那去太粒蒲嘅做變成一個美感十足嘅燈咧。後來呢，我去安尼歐洲嘅波蘭，看到有啲藝術家，伊專門做工匠嘅藝術，伊呢就全部做完咧。伊粒可賣2000元美金。6萬元台幣。6萬元。雖然講啊，家啲蒲冇講賣6萬啦，我計實際版賣10萬都好，可以加息一個呀。邊個頭擺一開始做葫蘆上啊，一粒賣3000都好誒。含多價食品，按呢啲東西讓真實可以成為地方嘅產業嘅提升，所以按你後來呢就開始發展。按你啲工真是快做哦，我做每啲扛態勢可以控制，每啲扛同扛嘅距離可以控制吼，差唔多訓練3年。所以你啲作品呢，按你攞個差唔多訓練2-3年過，讓我比做到安獎嘅作品。按你啲師傅一張嘢25萬，伊也感覺也薪水高過。俺也感覺也產量幾好，比你上班還過好。像我頭都講，像講按你一條線底部，佢每一啲扛太細就強用，到隔壁同線嘅時間，佢扛要變細嘅。像我哋講，因為以下割法嘢都冇嘅。係啊，好，一啲都冇嘅，都唔係講，因為都可以一啲對線嘅嘛，你都有扛嘅冇扛嘅法嘅，有扛嘅冇扛嘅法嘅，你這個冇講冇辦法講，哎呀。有扛嘅狀態嘅，還有嗰邊剛剛都在變成法，因為一種次序嘅安排已經排好嘅。咁從安尼我訓練以前，伊係咪本身我開始做最基本嘅嗰種刻工開始做？最基本吼，我哋攞邊做細粒嘅燈嘅啦，要做小夜燈。按呢小夜燈吼，其實幾多年可能話啲小夜燈攏發現講，啲公安做都大刻一嚿。一般冇刻過人嘅，發現得被刻啦，刻到當人嘅水準，差唔多2點半鐘到4點鐘刻粒，差唔多半夜來已經刻粒啦。但是我要求我哋工作人員吼，15分鐘要做好粒。15分鐘做好一粒小夜燈。伊15分鐘可以做一粒可以賣300元嘅小夜燈，那基本功啊。伊做好嘅，我認為比做一粒可以賣500元嘅，做好嘅也一粒比做賣1000元嘅，伊做。後背買家熱個嘅也薪水有熱個，按你咧調整嘅部分，如果伊可以做到嘛定級，我都本忙嘅定級嘅薪水貴。嗰種等於係一種，唔會把工作變成一種技術嘅階段，哈，一個階段一個階段。基本你有一啲最基礎嘅嘢，哈，做小夜燈開始，然後如果開始學做500個元咧，佢可能可以做嘅工如果多嘅，馬個腰，哈，數碼個穩，好，佢最尾都講可以做到6萬元咧。好，嗰種高級嘅東西，而這個本身你樹葉冇嗰度，係啊，種嘅刻安嘅東西是冇幾錢嘅。其實一開始做嚟咧，吼，是冇錢，真實做唔好。按嗰度做唔係吼，你差唔多做3日都離開嘅。按做嘅係咧，吼，尤其做滿1年以上嘅，因為因做因有信心啦，因為工因為伊有咩，按做東西可能計價行擺喺度，本來賣3000嘅變賣3萬，伊即個成就感。那冇人可以計講嗰個花去計鼓勵嘛嘅，唔是講以此人會3萬數，也都最後一個報酬。一啲簡單嘅葫蘆誒，除了可以賺錢，還可以帶本而一啲貴重嘅工作嘅成就感。
休息一下，后面先先生为更多更精彩的故事同你分享。可是而家工人应该讲工作人。所以更加种一粒咱们睇得步嘅，伊咧刻起来呢都摆喺前来服务馆。因为伊咧，他们花2年时间要改做好，伊要加深呢，年可以加起来到50那么要买啊，因很慢慢，因为纪念性。本老人家认同俺哋做一条路行起错嘅，伊也点嘛佢重要。翻返过来，暗乡方法，头到明显先生同人讲，让我去把一啲普通的俘虏变成了艺术品。明显先生，你以前都开始做完的艺术的工作吧？没有。其实很后生很喺专业表演，32岁要退伍下来呢，自家开电脑公司，开补习班，慢慢是希望带通。那为了做谱呢，主要讲。是民国91年，也有接闽南市的批状，又参加地方社团，这配合呢地方的发展。结果市的批状搞接起来呢，古来南门县这么多朋友讲，讲南门县人，南门县冇发展，唔天数送去送闽南按多人才，所以呢下来去南门县成立三拿爱乡协会。成立了协会过后呢，我哋去送地方产业，一开始送，其实弄。完全唔是讲送物嘅对地方嘅帮助过来啦。也政府如果讲，我哋自家有俘虏馆嘅，我送天龙客。其实三拿也签唔出讲，我哋有某个特色同别的乡镇冇相同嘅，所以我开始送俘虏嘅。开始呢，我行咧相关，讲我哋来推广如何嘅，结果推广嘅后呢，弄完全冇成功，咱们失败。做人嚟全部就抢冇人去做啊，所以我后来研究讲。呢啲东西到底对我哋三拿有帮助也冇帮助？开始呢，我自己收集资料，跟头摆嘅俘虏也下有马价值。我嘅有人做俘虏嘛，现做到马上做，也市场价值到底起来讲，喺我哋来做，有可能是咪三拿采地嘅特色嘛？让佢去收集，我花1年的时间，跟佢啲资料分析后呢，发现呢啲真是可以推广。讲唔适当。我一定买3000元的货我1分田呢，我熟悉有1000粒的谱你看一分田可以卖多少钱？30万。咁一般的农民去种禾4张叶，要数2万人种菜瓜数3万到8万。一般的属于讲1分田的数都超过30万的贵销。所以我讲，今日南门县的发展同冇相同的，既然推广推唔好。自家来做快乐事，所以我为民国94年，让正式下来开始自家去做。一开始做呢，发现画图冇鬼讲，讲那种图送本人如果调体色通啊，刚开始认真好。认真好呢，如跟其他工作一变下来，因为自家电脑公司有嘛，所以又慢慢的工作量减少，又做来咧。因为我做电脑公司有钱赚，做俘虏冇钱赚，所以本来不干人马尾死。有钱赚的事情唔做，做有冇钱赚的事情，因为冇收入体育的反对一定自家不卡人啦。后来连朋友呢，嘛系发现讲，你正常佢做唔做去做一种爸爸做嘛嘅，所以呢，嘛本人嗱讲，你到底做你有嘛希望？但是因为我自家有分析过，我哋做嚟了要存钱差不多5年到6年。做嘛长时间呢？因为我哋对你完全唔熟。虽然我哋抢欣赏率高，但是我讲今日的供链都有经济价值，有人会买，最起码要花5年的时间所以呢个时间呢，我都秘密去练，练雕刻，用天动刀，用手工刀，这个画图，这个写诗，秘密就没那条东西。后尾谱文呢，对这么多，包括朋友种的谱文呢，也送本来做，我秘密想去刻。开到到民国98年左右，要慢慢的跟那东西，但有人开始买我东西我发现讲应该有效果到99年买我东西人呢越来越多，尤其演员呢我哋都嚟高雄参加
演员的拍那年嘛元宵节都爱发明咧做雅典、做小夜灯嘛。我跟全台湾呢菜市啊名排前一帮名全部刻他点了按该下一副对联，点亮你的名字，照亮你的人生。买啊这么好，你下年爱做谱的开始有几何数年的开始，到民国8年呢，数年又加一批，我发觉这东西上贵头的，表示还给那滋味越来越好，无可能越来越坏。以下呢，开始动作品呢，因为预天呢一粒买3000元呢，结果开始一粒佢卖2万。一本来上唔到呀，我讲2万元买一粒谱诶，连田强做农嘅那条农苗講，你買一粒譜伊老闆上擺上幾張嘢咧。我發現講，我哋慢慢創作價值又放起來嘅。日本呢也開始本來不可能認同嘅啦，所以演員呢，我買開始加種譜嘅。所以佢家種一粒浸睇粒譜嘅，伊拉刻起來呢都擺喺前喺輔助館。因為一粒我也差唔多花2年時間要改做好。伊要加深呢，人可以加佢到50南冇要買，我都還冇買，因為紀念性。本來人家認同我哋做一條路行起錯嘅，也點嘛幾重要。其實我後來發現我哋做條路最太重嘅行得慢嘅，即個不可能。我即個看得到我哋去做嘛嘅，但是無了解人不見得會認同做嘅，所以做嘛條路即個想清楚，看得到行嘅重點。按坦然去講嘅呢，他咪真係會影響心情，所以有段時間跟這個管理人，因為就去做服務嘅。按功夫呢，也係一段時間慢慢練起來。因為見家人講風話嗰種，安尼一團一團講落，講到歸次人，歸順。其實頭先我哋想講，唔幾時節，這個有信仰冇事業，而且雖然講我唔錯啦，你之前有做過幾多嘅工作，但是你還是會有一些懷疑。你隔壁個朋友應該會懷疑講，咁你做嚟，你講我按好想按好，你真係心那麼有按嚟善呀，按你嚟講，你講每晚的成功嘅你哋，但是這個信仰冇事業，這個其實內心會有個煎熬冇。其實我一下樣才想講，呢啲東西我必須要堅持，因為做到8年未，喺我嘅標係唔會做，我一天我在前面條路再從頭做。唔乜嘅東西攏從頭做，冇過好啊！我哋東西做一班，我發現我工業越來越優嘅，我可以做邊境過好，甚至呢，我可以做到全台灣最好嘅服務調客師，我可以變全亞洲最高嘅，我今呢目標呢變全世界第一名。呢啲目標呢，幫我哋向前行，呢啲都我哋這個慢慢跟服務產業也天然嘅腳步嚟引帶銀行嘅原因。你頭都有講過講。你學得做第一個感覺到有事業嘅去做小夜燈嘛，其實我想到講把一啲20片變成一啲純結合生活用途嘅嗰種小夜燈，開始安尼一啲想法。其實最多做我係跟人哋高雄農業改良廠去南分廠啲劉敏麗劉小姐啊，而家都賣幾多電呢送本嚟講，何老師做電呢啦，你啲電呢可以配合生活用。應該會過多年買，冇人哋見你開啲工又冇過獎，按做又冇功能性，又冇輸送，所以做電力賣寬身。其實人哋開始做電力佢厝一定要買100，冇買幾好但是有人會買啦，就18歲年，真係開了半年咧，供應變得多緊。本人咁我講，送嚟小夜燈多禮品人有嗰個接受，所以人哋見啲東西容易買，那麼沒有人買我啲東西，買嘅送俾朋友，結果呢，有朋友打電話嚟，即係人當一筆輔助嘅。人來辦法通行人哋參觀，可能每年都當小夜燈，所以變咗見啲小夜燈天彈亮真唔睇。我見訓練我哋工作人員嘛講，你哋學最基本嘅工，唔先學嘅做如何賣錢，如何薪水。慢慢跟下條嗰基本嘅工作都幫我哋咧新進嘅人員去做。但係喺我哋嘅目前。我哋呢工作室公司存錢存最穩定的一部分。現下在發展的路慢慢會因嗰個技術的發展，因為我哋一直做基本的唔係講冇進步，人對人作品的欣賞會降低對人事業也會天天都跌下來。跌下來冇事業都冇法做
和带来着工作人员继续发展。所以俺也很多人呢，一直去做讲，只有向前行，做唔到反头，反头可能头摆努力都冇嘅。可是米汉先生头有讲一个最重要的东西，就讲，其实要有一个可以赚钱的特色的产品做一个基础，慢慢的咱开始去发展更精致的一种艺术品。更形容去把亚的产业带人啊，沙起地步，比方地步沙起的人可以提供做亚的企业可以好多技术，天意可以赚到钱。其实你哋都爱啲观念做本人看，因为去乡下农民唔介意讲某个东西啊。伊看唔到，如果讲骗人咧，像係條擺佢說推廣葫蘆，儂本人講啊騙人咧，儂挖太平，你平嘅挖就唔太深唔到，因為我哋係盲賺到錢。按樣講啊，我哋就發展咧，我一號一號，其實冇班嘅人心，所以後來我做嘛自家去做，因為我發現只有做出成績，讓我本人肯定，所以我一下開始做時，一做到民國18年，一粒鋪賣2萬。你開始講真是咯，做鋪有錢賺咯。後來看到人哋小夜燈，本市場方嘅認同安度，但看到安度有那麼啥，不是帶你去參觀人哋鋪嘅，眾多嘅人看到都講，真是咯，做鋪有錢賺咯，加來天然好嘅技術。三南發展葫蘆啊，因為民國86年開始做到近差唔多20年，所以啲眾多人咯，幾多人講都帶做鋪嘅，做研究樣有錢賺，太辛苦嘅。所以電動人哋3萬人，嗰種人唔敢嚟學葫蘆嘅，見到美濃、岐山、夾成啲朋友嚟學，因為人看到後團，看到人哋見做鋪做鬼順，所以人會嚟聽人學。按其實我哋家人講啲觀念啦，我講嘅技術學得到效樣賺錢為我事，所以我哋見啲新嘅訓練方法都講，做產業同做培養藝術家冇相同嘅地方講，一年下來最慢3張嘢比有錢好賺。俺哋可以我都是1-2張嘢冇順業，堅持得咯。我比堅持講超過3張嘢冇錢好賺，我看人還會支持佢食。所以後來我為幹葫蘆呢，變提往產業嘅啲做法都講，本來就願意嚟聽人係好嘅人，貴極不願有順業，盡量不願有順業嘅錢呢，可以應做應到。應做應到嘅過程呢，又含有啲做葫蘆嘅成就感，嚟嚟讓人哋見工作人員可以慢慢應到嘅原因。我意思我間呢東西當中係公認嘅藝術成就。我意思講，我係啲產業嘅推動嘅人，推動啲產業嘅人，因為人推動產業唔會看人經濟價值、經濟面，讓人做本大家有錢好賺。但是藝術家呢，我去做我自家東西，同別人完全冇關係。所以就嚟啲觀念嘅差別，讓本藝人可以帶人講，我哋葫蘆慢慢為人嘅產業方面去發展。把一個藝術品變成一個產業。藝術唔係每個人都會，但是產業可以代表每個人工作做。休息一下，睇下米憲先生佢同你講嗰度產業嘅故事。可是像咱呢，唔係即係講太。嘅基葫蘆藝術館，那基本呢包括全世界有做葫蘆嘅藝術家作品，全部請喺館地位，又變成咧有看頭嘅館。安尼咧對地方葫蘆嘅產業發展又更加精簡啲，包括喺今後另外一個人嚟台灣看葫蘆，如果兩人嚟館參觀。翻過來啱樣方法，好多米憲先生同人講，讓我把一啲葫蘆誒變成一啲產業。米憲先生，像我哋見到台灣有幾多位我哋講微工藝用工藝作品，但是伊哋冇辦法做變成產業嘅原因係乜嘢？其實人台灣攏一定人做，冇法度做量，所以佢假使有訂單嚟，伊也冇法度搞。按語言雖然能行公營工作室嘅方式，其實要做產業替咧要帶通唔咁樣可以去訓練人員。按那條人員呢，每一個工作我哋訓練到人可以做到有功，
像我哋做一件产品，比如说我做咧电咧，我像下边挖坑，也底部人，咧落啲工序，按挖土一啲工序，切开嘢呢打包嘅一啲工序，落烧嘅一啲工序，镂空嘅一啲工序。所以呢啲作品呢，我計分啊到6個工序，經過6個人出嚟，嚟件作品標準化。所以我假設100粒嘅天蛋。我要前面包粒像那種葫蘆嘅，所以我哋見種葫蘆兩種咧，一種菜蔬嘅，你哋我做太電咧，全部脫出來，嚟皮就可以做嚟咧。我做控酒嘅葫蘆嘅，全部脫出來，嚟皮全部做控酒嘅葫蘆嘅。我做藝術品咧，全部脫出來，所以我哋葫蘆一菜蔬嘅時候咧，就可以分類。我竟然可以接一道天蛋做一道粒葫蘆嘅，全部攏上好嘅，竟然都接一條天蛋做一條。假使講冇人買，我哋喺做開發新嘅產品出嚟，你哋按照產業嘅觀念，做嗰度微工業嘅嗬，因為冇那種觀念，而家第一講，我要寫條做，我成乜嚟定都好嘅，也唔判得去搞人，也唔判得帶一工作人員嚟講做，因為其實工作人員你們弄個良心水嘅，因為呢前3張一半年冇乜嘅安尼。所有價值同佢買，但是我係發薪水，嗰度條件呢，我不要拖下去，所以台灣嗰度微工業一直發展唔好嚟，就因為呢啲原因。按日本係講政府冇幫忙，要靠私人嚟做，冇法度。可是政府幫忙嘅部分係哪部分咯？其實我哋見政府嘛，嗰度弄本人嗰位寫計劃書嘅人錢偏偏那裡完全冇做出來，因為要訓練，像我哋見嗰度安尼諮詢咧弄訓練3張嘢。也樣講，你啲機會要本全民大家平等，大家弄個機會嚟學。所以呢，以安排嘅時間呢，差唔多360點鐘，最多480點鐘嚟訓練那條人。如果咱們到來那數訓練人經過那條時間訓練起來，可以做出東西都冇，做唔出。我係講，你成啲工作室自家嚟做嚟買，冇可能，因為冇可能，所以入面呢那條訓練嘅人員呢。要另外再去尋嗰條路，假使冇人繼續帶那條人繼續做，那條訓練嘅錢時間都啪啪弄下來。從因為個以訓練了360點鐘以後，伊還是冇辦法成立這個工作室嘅原因係乜嘢？因為嗰度工要做啊做，唔講做嘅本人講，佢講哦，佢簡單；要做到邊個唔會買麼，佢難。經過360點鐘訓練人做起來東西很多。叫好不叫座，人看到我感覺，佢認真哦，要買麼？唔會買，所以人冇法出有收入和生活啦。人假使佢工作室3張嘢都冇錢攞出，係咪睇做下？唔會填標嘅咧。所以你哋都係嚟見住產業化最大問題。哪一部分我可以做下來是因為，我雖然填3張嘢跟專業訓練中心批啊，嚟訓練人員。但是訓練下來，只要講我學員以後嚟做葫蘆嘅，全部來我那家上班，我繼續訓練員。我訓練員嘅時間呢，我會講，唔想我全部學一項都學。我做出有價值嘅東西，我都發薪水本。所以我哋呢會先安排推廣嘅部分，我做咧工廠本推廣。包括我種葫蘆，你種葫蘆我發薪水。處理葫蘆我發薪水。按你做乜嘅店咧做乜嘅，他個做弄有數年嘅時間咧，他個有為嚟做，越做越學，慢慢那條人因為變成講你啲產業嘅人嘅一部分。冇我講為外行一行到內行，你啲時間短時間冇可能培養嘅出嚟，一定要幾長嘅時間。你哋要喺外間服務做產業，後來改變觀念講，我第一講用於訓練員做到員可以有價值出嚟，最主要那點。咁明顯先生分享嘅啲最重要嘅東西都講，其實我哋而家從看到嗰度手工業業者，伊都把東西做過講，但是變成喺產業嘅時間，有啲最重要嘅東西係量，有辦法幹出安泰嘅量來無？其實一幹出伊啲量，伊其實有啲規模，無論伊啲標準嘅一種程序，好，同到明顯先生都同人哋講得過清楚，伊把用嘅鋪嘅，用嘅葫蘆嘅，用嘅鋪嘅。要做豆腐嘅，我都要做太嘅，一開始都是分清楚嘅。但是也後來工作，慢慢一開始覺得，慢慢設計，慢慢去做乜東西，一啲部門，
如像俺哋呢加工厂样嘅，一啲部门，每啲人都安尼丢上去，安尼那我有量出来，有量出来，那我有产业安尼东西。因为有嘅产业，那可以抢过多人，那我用俺所谓的工作基地，希望每啲人都喺细细自家一点人的工作室，如做一点人的事情，真是两台时间，你都冇办法接到安尼东西。像线上而家。睇三拿座位已經有一天的規模嘅，有去同外國的交流過嗎？我哋其實發展那多經驗處吼，讓開始同外國有過密切的交流啦。之前吼，我哋攏經過名錄，我看到人做東西嗰陣，我有一個寫 email 本人，伊迄唔飛我都講我作品去上去邊寄俾看，有條看到我東西會飛呢，因為慢慢交流做朋友。香港我哋要做呢個國家，要順勢嘅拜訪。今年呢，我要去準備做嚟講，香港我哋去台灣吼，每2年嚟辦啲葫蘆藝術嘅幾個展覽。呢啲展覽呢，一定要幾多外國嘅朋友嚟交流，你啲效果先會出來。所以呢，我見到安排時間，開始去美國、去歐洲、去泰國、去東南亞，那條全世界有做葫蘆工藝水準嘅國嘅，我哋一嚟嘅拜訪，用我嘅作品。本人的作品過來，做埋嗰樣嚟做咧，我嘅作品介高嘅，以為嗱我嘅作品俾下親戚朋友看，我帶嘢作品過來，俾我哋就有免費的國家作品。數十幾年呢，香港人去台灣，可以在成立嘅國際葫蘆藝術館，那地方呢包括全世界有做葫蘆國家藝術家作品，全部請喺館地方，又變成咧有看頭嘅館，安尼呢對地方葫蘆嘅產業發展有更加精簡富，包括香港吼，另外嘅人嚟台灣看葫蘆，如果嚟人哋講參觀。像美國人、像歐洲人，即刻嘛有割葫蘆安尼東西哈，一定割得很用嘅咯。其實哪嚟做乜嘅東西啊？其實葫蘆吼，伊等於講伊啲環保嘅材料啦。從我前面嗰啲朋友有啲朋友到馬克多利頭，以前伊本來做精緻木工嘅哦，連做葫蘆啊做幾種，有間葫蘆做藝術品。按起哥倫比亞的馬瑞人，伊也葫蘆用天空度雕刻咧，也具有也特色。像那條朋友去交流咧，人哋慢慢去歸親，看到人做比人哋更好嘅，人哋要學習成長，安尼交流咧對人哋有實際嘅幫助。像人哋近日發展嘅葫蘆藝術用嘅，人哋可以將原住民嘅文化搬入來，可以將人哋客家文化搬入來，也將台灣嗰特殊嘅文化全部都包括其他葫蘆地方去做發展。那發展起來嘅東西，一定幫人哋那地區人，他家己享受嚟成果。你哋就係我哋推廣葫蘆嘅產業，最主要嘅目的，一定要好28番最簡單。每張嘢呢，有啲另外有拉擺，但是呢，人嘅價值含迄個，冇去團起來去創造更多嘅價值，幫人朋友，人看得到人，他家共享受那種成果。你哋含嘅人存在最大嘅價值。葫蘆破開來有幾多字，面向市場嘅葫蘆誒，裡邊賣幾多錢？如果以一心一意要把葫蘆誒帶出台灣，改變社區，俾伊身邊嘅人有工作做，可以過幸福。今日我哋嘅分享，何面向先生嚟到我哋節目。感謝主持人感謝觀眾朋友嚟收看。暗用方法，下禮拜再見面。嗰種。其實按你講好啦，其實台灣講社區產業講咗一段時間呢，但是還冇按到嘅社區工藝正式變成產業，因為產業需要一定嘅規模、老產能。後面向嘅故事同我哋講，要變成產業需要經營嘅腦筋同特別嘅眼光。最重要嘅，還有一個堅持嘅心。